上面嚟到我哋香港自治運動所舉辦嘅第4次研討會。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呢，就係香港城邦文化論壇。咁啊，顧名思義啦，大家都今日就係講文化啦。文化係乜嘢呢？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識嘅。咁但係即係相信一定比各位係認識少㗎啦。咁但係呢，今日我哋請到3位嘅來賓，即係嘉賓講者嚟講嘢啦。咁啊，阿陶傑先生未嚟到，佢應該係趕緊嚟嘅。咁啊，首先我哋今日咧請到咧由遠道由芬蘭翻嚟嘅曾卓文先生。咁啊，佢係一個著名嘅翻譯學者。咁啊，一陣間佢講嘅題目咧就係後殖論城邦。咁第二位講者咧就係我哋嘅香港自治運動嘅顧問阿陳文先生。佢會講嘅題目咧就係香港文化嘅主體問題。咁最尾咧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陶傑先生。佢將會講嘅題目咧就係香港嶺南通俗文化研究。咁啊，頭先有部分嘅朋友未聽到個有啲嘅報告先啦。咁啊，首先大家咧請咧將自己嘅手機咧校做無聲嘅模式，同埋或者校震機，即係費事影響其他嘅觀眾。我等大家校。第二樣嘢，大家係歡迎錄音、錄影或者攝影，不過唔好用閃光燈。第三樣嘢咧。3位講者講完之後呢，我哋將會呢有充足嘅時間咧，俾大家呢同3位講者去討論發問嘅。不過之前嘅經驗呢，各位嘅朋友呢都係飽讀詩書，非常之多嘅知識嘅。咁所以呢，都自己會做咗個演講。咁我建議呢，大家只可以用3分鐘精要扼要咁樣問出你嘅問題，發表你嘅意見。多過3分鐘，下位啦。最尾咁咧，大家咧都見到啦，我哋有捐款啊、購物啊好多嘢嘅。咁完咗之後咧，大家未捐款嘅捐翻款，因為我哋 book 場要錢嘅。OK。咁啊，大家有冇問題嘅？咁我哋而家可以首先用熱烈嘅掌聲歡迎。首先我哋請阿曾卓文先生同大家講佢今日嘅題目後殖論城邦。唔該晒，多謝。Hello, testing。今日講嘅題目咧就係後殖論城邦。各位午安，我係曾卓文。咁個題目嘅意思咧就係話用後殖民嘅理論嚟講下香港嘅城邦文化。咁呢個係香港嘅圖啦，即係我哋嘅家園啦。根據我呢4-5年來咧都研究緊後殖民理論點樣運用喺香港嘅情況。咁我嘅發現就係話嗰啲主流嘅後殖民主義理論咧，淨係啱用於香港同埋北京嘅關係，而唔啱香港同埋英國即係倫敦嘅關係嘅。而今日呢個講題，我嘅目標咧就係想探討下香港嘅社會情況同埋陳雲先生嗰本《城邦論》點樣顛覆咗幾乎係所有後殖民主義理論嘅概念。嗱，咁我哋講後殖民主義就首先要講咩叫做殖民主義啦。咁然之後殖民主義入邊咧就包括有內部殖民主義。咁呢個同阿陳雲兄所提出嘅無家無國殖民主義係互相呼應嘅。咁呢種內部殖民主義講呢個之前，我哋首先要講呢個咩叫做內部殖民地啦。而內部殖民地咧好多時係個族群嚟嘅，而族群嘅最重要嘅特徵就係文化身份。咁講完咗呢啲咁嘅概念之後咧，我哋翻去講後殖民主義同埋點樣解殖嘅，呢個就係以下嘅討論。根據 Annie McClintock 嘅理論咧，殖民主義係咩咧？就係掠奪人哋嘅地方，然之後再剝削嗰度啲人，同埋有組織咁樣干預嗰個地方嘅管治同埋文化。但係香港情況咧，好多時係同呢啲定義咧有所差異嘅。嗱，好似香港咧嘅市民臣服於英國，根據阿陳文兄嘅城邦論咧，就話可以換翻嚟呢個香港嘅工業化啦、現代化嘅經驗啦，仲有呢個自由保證啦，大家
可以揾食啦，又可以有個人嘅發展啦。咁英國喺香港經濟膨脹嘅期間咧，抽下水攞啲 Jack 數，其實大家都唔係咁介意嘅香港人。80、90年代啊，香港嘅經濟個 GDP 啊曾經一度係高過英國，即係俾人剝削完之後咧，你仲好勁過剝削你嗰個人嚇。咁呢啲係令到好多嗰啲主流嘅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好尷尬嘅。文化方面咧，呢位就係阿 Frantz Fanon，係一個好重要嘅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嚟嘅。佢就話咧，啲俾人殖民嗰啲人啊，唔淨止勞力俾人剝削啊，個靈魂更加因為本土文化創意受損而非常自卑。但係咁嘅香港情況又係違反咗呢啲咁嘅定義嘅，因為咧香港咧嘅文化咧，即係原本嘅中原文化咧，英國佬咧不但止冇將佢摧殘，仲反而係將佢保留。而由於有咁樣嘅環境啊，有咁嘅保育環境，香港文化嘅香港嘅嶺南文化更加得到發揚光大，進一步發展添嘅。即係話咧，香港保存咗呢個民初嶺南嘅文化啦，同埋上海南來嘅新興資產階級啦，咁加埋溝埋英國啲自由主義啊、懷疑精神同埋理性主義咧，咁就形成咗今日香港人嘅精神文化啦。即係話香港保存咗國學啦、正體字啦、舊式中文啦同埋廣東話，而清明重陽啊都照樣有假放嘅。香港有啲總督更加係中國通、中文通，好似呢位金文泰總督咁樣。佢香港大學嘅中文學院都係佢創辦嘅，佢仲精通呢個中文嘅詩詞歌賦添，好犀利㗎。咁咧講到呢個內部殖民主義咧，就要講下呢個咩叫內部嘅殖民地咧 internal colony。而 internal colony 好多時咧係一個族群所居住嘅地方，族群即係 ethnic group 啊。根據事實其實咧。可能大家都唔知，原來1992年啊嗰陣時，瑞士就有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佢哋嚟過香港做調查，咁發表個報告書，佢哋嘅結論咧就係話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係非法嘅 illegal 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冇諮詢過香港人，即係冇呢個香港族群係得唔到自決權啊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咁咩叫族群呢？族群根據 Ashcroft 等人嘅理論就係話，族群就係嗰個弱勢少數喺一個國族入邊。譬如咧，香港又得700萬人，而呢個成個中國大陸就有13億人，所以香港就弱勢社群嚟嘅。咁族群有咩特徵？族群入邊嘅人有共同嘅語言文化啦，文化身份啦，好似香港就主要。嘅語言就係廣東話，即係大部分人嘅母語。咁有共同嘅價值觀啦，等陣會講嘅信仰啊、常規啊、風俗啊、行為經驗、意識啊、集體回憶啊，好似香港人等陣亦都會講到好多係移民嚟嘅。咁同埋都有呢個受過英國殖民嘅經驗，所以咧就有集體回憶。譬如所以先至會咁多人去保衞呢個天星皇后碼頭我哋嘅集體回憶啦。咁先輩嘅來源，等陣又會講嘅，同埋歸屬感。咁族群意識咧，對於捍衛族群嘅利益好重要嘅。所以咧嗰陣時1-2年之間，嗰啲曾蔭權政府派錢6000蚊啊，雙非孕婦襲港就激發咗香港人嘅族群意識嘅，係因為嗰啲係威脅到香港人嘅實際嘅利益嘅嚇。咁又好似殘體字入侵啊之類。根據陳冠中嘅講法咧，中共嘅國家文化就係呢個共黨主導嘅文化，咁主要借鑑佢大佬蘇聯，所以同傳統嘅中國文化咧就唔同嘅。講到文化行為咧，就香港主要係嶺南文化，同埋保存呢個中原嘅嶺南文化。咁有好多已經人才輩出嘅喺呢幾十年來，好似呢個粵劇就有呢個唐滌生咧，
我覺得同埋好多人都覺得佢係香港有史以來即係到今日為止最重要嘅香港文學家，同埋可以有好多人叫佢做香港嘅莎士比亞，好似張五常都有講過。咁呢個電影方面有周星馳等人，無厘頭電影嗰啲都可以好代表香港嘅。咁音樂方面有作曲填詞顧嘉輝黃霑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小説方面有金庸啦，散文雜文就有陶傑先生啦之類。新儒家就有唐君毅錢穆牟宗三同埋陳雲啦。其實佢嘅成就可能已經超過咗以前嘅新儒家啦。呢個真心話唔係喺度捧場嘅啫。哲學方面有盧思光李天命之類。佛學方面有印純法師霍通武等等。聖學方面有吳敏倫教授啦，新紀元思想翻譯學有周兆祥之類。經濟有張五常啦，國學有饒宗頤，美術方面有嶺南嘅畫派。價值觀呢，即係頭先講到族群嘅特徵，之一就有特別嘅價值觀。香港嘅價值觀呢，就係仁愛啦、自由啦、公道啦，即係對回應呢個法國大革命嘅 fraternity, liberty and equality。而大陸嘅價值觀呢，就似乎係狼圖騰啦，因為佢哋而家近年來係崇拜呢個狼圖騰嘅，即係要救狼，要服膺呢個森林嘅法則。狼圖騰好似係前幾年一本大陸好暢銷嘅小説，即係好多時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咁樣，有時係幾冷血嗰啲。不過當然啦，呢個即係費事啲左翼攻擊呢個係唔係指所有嘅中國大陸人？係指即係普遍嚟講係個文學比喻咁咧，唔係啲左翼就會話我哋有一竹篙打一船人歧視大陸人之類。咁當然係唔包括陳光誠李旺陽嗰啲。先輩來源咧，根據陳文興嘅講法，即係其實不過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先輩來源香港嘅我哋嘅。父親嗰輩或者係祖父嗰輩咧，甚至係再早啲嘅祖先咧，好多都係即係避開中原嘅暴政而落嚟香港嘅，即係佢哋係避秦者或者係開荒者。咁就好似宋末元初即係蒙古入侵咧，就有一批人落嚟啦。嗰時又有宋帝昺落嚟之類。咁呢個明末清初即係滿洲入侵咧，滿洲人入侵又有一批難民落嚟香港，即係不服暴政嘅。咁呢個中共就顛覆呢個民國政府啦，又有49年又有好多數以10萬計甚至100萬計嘅人由大陸落嚟。咁呢啲佢哋係避秦者 freedom seekers， 即係尋求自由嘅人。呢啲同而家當今大陸人普遍嘅精神面貌係有啲唔同嘅。